震动了。现在这个这多没超过的话，他说那哇，多到怎么那家上啊？还等大了。小心洗牙的啊！走这个啊！你年那打理了？用的不掉。他不也来，嘛就个那都多了哈。那这到不少的是到过山了可能就多。我个店内木这里木里那全部干绕才干熟了。你莫是干上不上来就这了就要不干这就搞动车啊。动车老溜溜那是呀。这叫不熟嘛你啊，你那就木得炸，你话我要炸这个店里去，我们去烧。好对家。是啊，你头的。老头，我太那多你下次呢，为嘛嘞星期多呢？对路咋白的？他们老路啊，路白啊。哈哈。到这是我妈多哎，得到早头体哎，头 Q 哎。嘿，为嘛嘞星期多了？他们今天来报时。